近期跑馬地夜馬三甲表現較佳嘅練馬師係賀賢、告東尼、毛偉傑、蔡約翰及沈集成，成功率有點偏低，最高29至到25%。騎師三甲成功率依次為鍾易禮、潘頓、布文、金城江及莫雷拉，入圍率37%至到25%。練馬師勝出率排名，方嘉柏、告東尼、尤達榮、沈集成及毛偉傑，勝率由23%至到12%。騎師勝出率排名，鍾易禮、莫雷拉、潘頓、金城江及田泰安，勝率由27%至到12%。路程統計：1800米畢福特勝率25%，1650米方嘉柏勝率23%，沈集成21%，莫雷拉32%，潘頓22%，周俊樂18%，1000米方嘉柏118%，巴道19%，1200米方嘉柏20%，莫雷拉29%，潘頓19%。講返夜賽9場跑馬地草地賽事，路程包括1000、1200、1650米同埋1800米，班次有3至5班，賽道係 C+3 跑道，預計係好地。初步先看練馬師王情勢，方嘉柏大熱門2.15倍，次熱告東尼2.85倍，第三熱門廖康銘13倍，第四熱門蔡約翰16倍，其餘都有10幾倍或以上。方嘉柏出馬7匹，全部賠率都低於7倍，有情有義、風采人生及大天氣象，熱門亦有投資價值。告東尼嘅財將進城區及牛精新星係熱門機會馬，廖康銘最熱只有5.3倍嘅高至高，蔡約翰應該係能力到有頭馬機率。其他練馬師看毛偉傑嘅馬特同埋凝聚美麗，呂健威嘅巴閉王及紅前道，仲有文家良馬房可以留意。騎師王莫雷拉大熱出匹2.1倍，直播率低，推介鍾易禮。其他騎師留意布浩榮、潘頓及田泰安。精選場次第3場4班1200米，3號牛精新星上將隔夜有飛成大熱，開賽前才回到15倍，證明幕後有異動。今第二次出賽信心更足，隔夜4.6倍大熱，若臨場票數仍勁，幕後必定出擊。配腳揀5號聖多多同埋7號豪邁先登。再介紹第4場4班1000米2號紅前道，上將排10檔起步搶出，最後輸頸位第3。今天排6檔有利形勢，早段不需耗力搶前，馬匹實力可以發揮更好。配腳選1號凝聚美麗及8號天火同人。最後參考預期嘅練馬師王係毛偉傑，次選文家良，騎師王選鍾易禮同埋次選潘頓。精選場次第3場3號牛精新星，4場2號紅前道。多謝收睇，再見。